大家好，我是张小雨啊。今天是我从出车改行到夜市摆摊卖鸡柳棒的第3天。头2天呢都是大家捧场，卖的还行。今天是第3天啊，看看今天也是5一，看看卖的怎么样。带你们看看我的小车去啊！昨天是干的第2天，就遇上一场大雨啊，现在风吹雨打都得收着了。啊，就是这个小车。以前开桑塔纳的时候是前驱，这个车属于后驱车呀，后驱车他妈转弯半径太大呀。后驱车就是比前驱车难开，我这个有点不适应啊，还得学呀。1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，出发前往我的摊位去。把炸药填满我的胸膛，像海啸般的巨浪，我要飞，迫不及待。人家都出摊了，我这地方还空着呢，就我没来，我每次都迟到。充电 ，OK 了。整好了，晚上月亮岛夜市见啊，靠近坝门这个位置啊 ，OK 了。